魯迅小說約裏邊咧買人血饅頭嗰條友咧，到底咧叫華魯山定係華魯泉咧？咁咧我哋平時樓道裏邊嘅消防裝置到底叫消防山定係消防泉咧？呢個粵語讀山唔讀泉啊！根據廣州話正音字典咧，首先佢係一個名詞，係指啲開關嘅機件，即係門閂啊、窗閂啊咁，又或者係某啲阻塞物，即係例如腦血栓啊呢啲。亦都第二，佢係一個動詞，即係將門閂好。而佢咧同呢一個閂字咧係通用㗎，所以閂門或者係閂門係都得嘅。不過呢一個閂咧，佢只係特指門上邊嘅嗰條鐵棍。就冇其他啲咩機件啊嗰啲咁複雜嘅嘢嘅。而小說約裏邊嘅嗰個華魯山啊，魯迅就係用呢個人名嚟暗喻當時勞動人民嘅嗰種愚昧無知啊、思想閉塞啊。酒泉山粵語山都有束縛嘅意思，但強調咧就係用繩，譬如咧就係山牛或者抽象啲用法咧，閂住個心，要先閂住個胃。而粵語裏邊嘅山門同埋山門咧，其實就係繼承咗漢唐時期好多說唱話本啊、民間傳說中嘅山鎖、山閉同埋閉門下山嘅呢啲用法嘅。而守泉山咧就用得少啲啦，因為古代咧唔係每家每戶都養牛馬噶嘛，咁咪好少用繩去閂隻牛啊，咁實用性低呢個字就自然用得少噶啦。當時每家每戶唔係都有牛嘅咩？佢哋要耕田噶嘛。有農村嘛，農村都唔係家家有牛噶，好多自己啲彎腰去插秧嘅啫。